落去倒的蝦，應該洗時間，跟媽媽摸一架啊，愛葉改片兩片哦，你沖水擺到太個八公廟廣福宮。1、2、3，4字，我看4字還是5字？金爐嘛。金爐啊，那個一隻五爺，這個灶神，然後金爐。子軒妹不是很調皮的，她是就是說比較活潑正常，但是不會脫離這個本質太遠。黃媽媽以前講同鄉為子軒去竹科嘛？嘿哦，有想哦，我覺得說上班哦時間比較正常，假日休息，颱風假日都休息。多好！現在做歌手，假日還要跟着出門這樣子嘿。你啊做唔得啦，你啊念所謂竹科摸你會容愛啊。不過我覺得那是以前媽媽對她的孩子的期望嘛。誰其實想講3個職業最好，軍公教。後來科學園區起來以後，他看到朋友在竹科上班，有領股票的、賺大錢的，就有一些向往。我們以前小時候摸一家跳舞我說哈嘎夠修啊，沒辦法想象。但是現在這個，我覺得像我到我這個年紀，我會有學習啊，我就對小孩沒有這麼多的投射。我就常跟媽媽講說，其實父母親對小孩的期望是一定有，但是你其實是沒辦法改變小孩子他要做什麼。就像我從小在這個拉鋸過程，我一直在證明說，我不用在新竹成為一個工程師，我也可以回到新竹安居樂業。這是我從小一直想證明的事情。來自新竹客家音樂工程師黃子軒的作品，這首歌叫《啊哦》。啊哦，給永遠山樹面，三個公主嘎巴村的三叔婆牛田。我覺得在做這個職業的過程，其實它是真的是很辛苦啊，這不是一般的家庭可以理解的。不過我去到我做客家任何以後，我媽媽對我做任何的感覺其實變動到，她就覺得說，你做這個客家的音樂，其實是跟它是非常有關聯的嘛。我們有時候人都要回到原點嘛，就像為什麼人想要回家，那就是因為你就是要回到原點，你才會知道說你走了多長的路，有多辛苦，然後你還要不要繼續走下去，然後要不要給自己 refresh 一下。對我來說，也在八公廟也像是一個我在新竹的一個原點。